健康的消息來看，這呼吸道融合病毒 RSV 呢，定定是讓這1歲以下嬰兒帶病院上界主要的原因。目前要做這 RSV 的預防針呢，是干那特定早產的嬰兒是有通好健保給付爾，所以民間團體是呼籲講政府呢，應該要擴大這個健保的補助。囡仔若是破病發燒做爸母的，就上頭痛。尤其呼吸道融合病毒 RSV 特定是致使1歲以下囡仔帶院上主要的原因。拜四有民團調查發現，有9成家長捌聽過 RSV 這個病毒，毋過知影伊是上主要會引起囡仔呼吸道動靜帶院的，煞無到3成。常常會有重症、呼吸衰竭，甚至有生命的風險。所以它的嚴重程度呢，在幼兒來講，6個月以下，它算是第1號最可怕的病毒。可能真正知道的可能只有不到3成哈，那大部分都聽過，但不是很了解哈。這個，所以我們未來的衛教這一部分也應該要來強化啊。民團指出，目前要做 RSV 預防針也是抗體，敢若特定早產的嬰仔有通健保給付。這個調查嘛顯示，有超過8成家長認為囡仔健康預防甲醫療支出負擔真重，因呼籲政府要擴大健保的補助，甲有9個月嬰仔列入補助的範圍。我認為國家的投資放在小孩身上，放在長輩身上，尤其是長輩小孩的健康照護身上，事實上也是幫青壯世代減輕了他的壓力跟負擔。所以這等於反而是一個全世代全齡的一個共享的好的成果。民團甲立委攏呼籲政府要提早投資前端的預防，擴大健保補助的範圍，才通減少醫療的支出，作為守護台灣新一代健康。記者郭金陽、王志剛台北報道。